位，歡迎收睇九龍南線通車特別節目。九龍南線今日就正式通車，咁而首班列車喺5:53開出。咁而我哋記者杜根佑依家就喺尖東嘅現場㗎，係嘅最新情況係點啊？港鐵九龍南線今日通車，港鐵表示通車情況大致暢順，只係紅磡站嘅電子顯示屏有少少故障，搶修之後就恢復正常。咁講下現場嘅情況啦，往屯門嘅列車就啱啱到站啦。咁我哋睇下站內邊嘅情況啦，就有一批由東鐵線去尖東站嘅乘客就會喺度落車啦。而呢個位置封咗嘅原因呢，就係因為東鐵線呢就有12卡車，西鐵線就有7卡車，所以呢就某幾個月台呢就要上落嘅位置呢就要封咗啦。咁我哋睇下往紅磡站嘅月台方面啦。而家往紅磡站嘅列車呢就已經即將到站㗎啦。咁站內邊呢就有啲東鐵線同埋西鐵線嘅大使，就指示啲乘客呢就喺邊個月台度上車。咁呢度大部分嘅乘客呢都係去紅磡站轉乘東鐵線嘅。咁而九龍南線通車，紅磡站就成為東西鐵線嘅共同嘅新總站。有乘客話搭東鐵線嚟尖東站好唔方便。而今朝早喺紅磡往屯門嘅頭班車就準時喺5:53由紅磡開出。咁較早前嘅情況交翻俾廠去睇下啦。港鐵九龍南線今日正式通車，第一班由屯門開往紅磡嘅列車喺朝頭早5:45由屯門開出。雖然乘搭呢班頭班車人數冇比由紅磡開往屯門咁多人，但係出席呢班頭班車嘅主要都係一啲較為資深嘅人士，包括一班立場偏向九鐵嘅鐵路迷同埋前職員。有網民指出，着住九鐵制服嘅文先生喺朝頭早8點幾被港鐵職員沒收佢嘅九鐵制服。除咗鐵路迷之外，一班抗議運輸署同港鐵政策嘅元朗區居民，亦都喺天水圍站登上頭班車前往柯士甸站抗議。呢班元朗區嘅市民喺到達柯士甸站之後，響每班往紅磡嘅列車抵站嘅時候，向裏面嘅乘客表達出佢哋嘅抗議聲音。另外，紅磡西鐵線嘅列車班次顯示器由朝頭早6點幾開始一直故障，直到8點幾先至維修正常。喺故障期間，紅磡站嘅職員利用人手廣播向各位乘客表示，下一班往屯門嘅列車會響邊度開出同埋幾時開出。另外，今日除咗紅磡站嘅列車資訊顯示器發生故障之外，其他西鐵線嘅車站亦都出現類似嘅情況，例如顯示器上班次抵站嘅時間不斷作出變動，同埋顯示器上兩班車時間嘅相距不足1分鐘，少於平時正常時間應該出現嘅6分鐘。呢度係報道咁多，唔該交翻俾 KT。港鐵表示，聽日係通車之後首個嘅工作日，佢呼籲乘客需要提早出門。詳情由袁浩林報導。今日係九龍南線通車嘅日子，貫通港鐵東鐵線同埋西鐵線，紅磡站成為兩條線嘅共同新總站。西鐵線嘅乘客可以經過新開設嘅柯士甸站抵達尖東，不過東鐵線嘅乘客就唔可以直達尖東，需要喺紅磡站轉車。聽日係九龍南線通車後嘅首個工作日，乘客需要提早出門以熟習新嘅安排。港鐵特別派出咗職員喺紅磡站嘅月台指示乘客轉車嘅安排，着上藍色制服嘅職員指示乘客前往東鐵線，至於着上粉紅色衫嘅職員就指示乘客轉乘西鐵線。同時車站亦都換上咗新嘅標誌，電子顯示屏亦都列明列車開出嘅時間。FM2 Hong Kong 記者袁浩林報道。九龍南線通車之後，西鐵線
同埋東鐵線亦都相應作出轉變，咁而各種嘅交通工具亦都因此作出轉變。西鐵線嘅班次會增加到15%，繁忙時間會由3分半鐘一班加密到3分鐘一班。東鐵線方面會由尖東圍總站會縮短到紅磡站，而乘搭東鐵線嘅乘客需要喺紅磡站轉乘西鐵線。預計天水圍至尖沙咀需要半個鐘頭，相比起由元朗或者係天水圍出尖沙咀嘅巴士路線快接近15至20分鐘。咁而我哋就聽下有關通車之後嘅巴士安排。咁而港鐵接駁巴士 K16 線將會取消。港鐵 K16 線下個月16號起就會取消㗎啦。咁而九巴12號線就會同港鐵有一個轉乘計劃，會方便啲咩呢？就會方便一啲搭 K16 線嘅乘客。運輸署又會計劃削減8條巴士線嘅班次，包括 60X、61X、260X、59S、61M、260B、261同埋263M 嘅。但係其實只有前3條線先至直接受到九龍南線嘅影響，每條線每日平均減少1至6班車。有區議員又話60號 X 同埋260X 嘅客量好高，每日上下午繁忙時間相當擠迫，並冇空間再削減班次。九巴就表示正同運輸署研究同埋商討巴士服務重組方案，有關安排就尚未有定案。各位，呢節通車特別節目報道